暑期帶娃出國度假邊度好？如果你開始留意越南咧，呢個視頻認真睇。南哥作為兩娃之父，用喺越南10幾年嘅旅遊經驗，從城市嘅選擇、帶娃行程、治安、避坑3個方面，一一同大家講清楚。請你先點讚收藏。第一，城市選擇，帶娃主打肯定係海邊度假為主，主力可以揀翻峴港、芽莊、富國島。俾我揀第一位一定會揀峴港，因為呢度係國家地理雜誌人生必去50個景點城市，環境自然唔需多講，最主要係個零鐘頭飛機，落地之後10零分鐘已經到達沙灘酒店，着對拖鞋直接可以出發晚飯，呢啲先叫度假。而且峴港係越南以前嘅第3大城市，餐飲美食米其林餐廳特別多，選擇非常豐富，味道亦都非常啱口味，再加上歷史文化底蘊非常深厚，旁邊有會安古鎮、順化古城、美山聖地，度假文化美食全方面打開。最後最緊要係老人家方面啦，景點係基本上唔需要行樓梯。記住下，旅遊度假係一個整體，峴港去所有嘅景點車程特別短，城市特別乾淨，服務真誠，基本係零死角嘅度假體驗。跟住我要講講芽莊。芽莊而家喺中國非常熱門，國內有超過20條航班可以直飛芽莊嘅。咁主打都係跳島遊，帶娃最主要可以留意一下珍珠島啦，超長嘅跨海纜車，感受非常好。島上有好多刺激嘅機動遊樂項目。芽莊特點係酒店相對比較平，包括埋金蘭灣嘅大型度假區，非常安靜，而且食海鮮基本上係成個越南最平。但有咩唔好就整體成個城市規劃比較一般，中心區嘅酒店比較嘈，相對峴港就放鬆感覺就冇咁好。最後講一講富國島，帶娃情侶度假非常好，因為富國島好安靜，打卡好靚，但係食真係好一般。對比越南其他城市選擇非常少，價錢有啲貴。不過帶娃嘅項目上面相對選項就比較多，不過都係嗰啲老套路啦，跨海纜車、動物園、機動遊戲、出島浮潛、日落煙花，可以話非常豐富啦。咁最後河內胡志明下龍灣基本上你唔需要考慮。河內胡志明因為係商業城市，小朋友冇咩玩，7、8月熱到你懷疑人生啊！基本上白天你出唔到去嘅。我哋都會怕中暑。下龍灣非常商業化，而且陸路過關體驗感非常差。東興口岸有時排好長隊，而且冇冷氣啊！重點係同埋一班水客逼埋一齊如果你又老又小朋友咁你就真係要小心，最好俾多一嚿水，嗱聲行 VIP 通關啦。第二部分我會講一講個行程規劃。峴港係安排下午飛機啦，第一日到咗可以整翻餐米其林嘅越南餐，晚上坐下船仔睇下韓江夜景，望下龍橋。第二日我哋可以去到峴港第一大景點巴拿山佛手橋、兒童城堡、機動項目，玩翻半日，翻到市區整翻個越南洗頭，飲下咖啡，晚上整餐海鮮大餐。第3日食完早餐之後可以海邊曬下步，影下相，趁住冇咁曬20蚊租翻架遮仔，躺平下人生。下午可以出發去會安古鎮啦，影下相，打下卡，玩下椰子船，仲可以食翻餐法國嘅餐廳，望住個日落，感受個古鎮夜景噶。第4日市區自由活動，可以去下韓江旁邊嘅韓市場買下特產，整翻個特色越南粉。第5日我哋回程嘅。咁跟住我講講芽莊嘅行程，其實都係差唔多啦。第1日到達我哋都係整翻個海鮮大餐。第2日出發去珍珠島。第3日可以整翻個跳島遊，按照大家需要啦，潛水、浮潛，亦都有一啲泥漿浴、海邊沙灘，睇下大家想玩乜嘢，揀翻自己需要嘅島去玩。我建議唔好超過2個島，如果唔係會好攰噶。第4日大家可以換一換酒店，搬去金蘭灣整翻晚度假村住一住，睇一睇個海景，感受一下個私人沙灘，游翻個靚水，攤頭一下。咁帶埋小朋友鏟沙就一流嘅。咁第5日我哋喺芽莊亦都有我哋直飛國內嘅航班。
咁最後咧講講富國島嘅行程啊。富國島咧都係大路嘢啦，到咗咧我哋整個小海鮮，咁啊跟住咧行一行個燈光夜市。第二日咧富國島我哋先行南部，去咗個跨海纜車可以去竹島，再睇睇上邊嘅水上遊樂項目同埋有啲機動遊樂項目之後咧，可以喺海邊按摩一下。佢仲有一個海邊嘅親吻橋舞台，可以等埋個煙花表演。咁第三日咧，我哋亦都係行一行北部嘅動物園啦，刺激嘅機動遊樂項目啦，按照自己需求咧去選擇。第四日咧出島浮潛睇海星，第五日回程嘅。最後講講個治安問題同埋個避坑指南啦。今日第一樣咧，治安肯定大家帶老人家小朋友最關心。咁呢三個推介嘅海邊旅遊城市，治安都係非常之好，特別峴港同富國島咧，你可以做到基本上係夜不關門都冇太大問題噶。咁第二樣嘢嚟講咧，大家要注意咧，就話越南你網上會見到落地簽，落地簽真係假落地簽，你揸機票係冇辦法登機，亦都冇辦法入境嘅，一定要提前辦理，包括落地簽都需要提前辦理嘅。咁啊，第三樣嘢咧，芽莊咧，如果你係諗住咧報啲低價旅遊團，一定要小心啊！芽莊嘅購物團咧，名聲真係唔太好啊！咁啊，大家上網自己揾翻啦。咁啊，第四啦，如果租車嚇一定要小心，包括摩托車，因為今年咧越南個法律咧交通罰款咧係嚴重提升啊！如果唔戴頭盔，有可能被罰1500蚊人民幣以上啊！而且咧，我哋對當地環境唔熟悉，仲要咧冇開摩托車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因為咧我哋都成日炒車啊！咁啊，最後講一講食煙問題啦，大家留意翻越南嘅房間基本上係全部禁煙嚇，否則咧都係罰款600蚊或以上啊！咁呢個視頻咧睇到呢度咧都好多謝大家，如果過嚟越南玩有咩問題，隨時可以私信我。咁最後祝大家有個愉快嘅假期。